连面要歇寒嘛，要过年咯。观光署昨公布108间爱注意的旅行社名单哦，有52间旅行社停业，12间哦已经无执照，有36间是申请解散，所以呼吁民众若要出国去旅游，就要特别注意。剩无甲1个月就要过旧历年啊，真侪民众拢会趁年假的时阵出国游览，为着避免阁拄到年千200多人队团去越南富国岛耍，束缚旅行社放鸟的事件，交通部观光署第30也公布上新的4间名单，建议民众咧选择旅行社进前，会使先看旅行社是毋是合法，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。我们这边有看到非常多的案例，是消费者其实在发生纠纷之后，才回头才发现啊，其实他找的可能不是合法的业者，这样的情形其实蛮常发生的。所以我们这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讯息发布，做相关的查阅。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就是消费者在保障自己消费者权益里面，在你真正出发之前可以做的相关的预备的动作。观光署指出，根据7月到12月的统计。下半年总共有108个业者伫名单内，其中有54间是公告停业，也是捌公告停业；12间废止撤销执照，申请改善有36间，也若保证金封口也有6间。另外，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表示，民众除了参考观光署提供的名单以外，签契约的时也要注意家己的权益，确定收据契约敢有正确。咱若交钱予旅行社，爱甲摕收据。这旅行社的这个收据叫做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，然后爱签契约，爱签这个国外旅游电信化契约书。观光署嘛呼吁签旅游契约是对家己甲旅行社双方的保障，民众伫正式签约进前，千万要注意旅行社的经营状况。除了透过每半年公布一届的4间名单，民众也会当伫观光署的网站查到所有合法业者的资讯，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，嘛通安心旅游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